个昨土石放落去的第一时间，基隆市长谢国良当日咧议会里总质询，伊是指派着其他官员到现场，是民进党的议员甲提醒，伊才知觉着讲代志真大条。这个房山的路段过去就莫有石头连落来。 有议员捌去现场来勘察过，想袂到意外再度来发生。议员是质疑讲，这个安全的防护做了无够周至。国境公园那边就临时有一个土石流的坍崩，然后好像现在，所以我们的质询时间是不是可以暂停？那是不是市长你要先去现场，先去了解一下状况？山崩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基隆市长谢国良当伫咧议会总质询，听到消息随刚去。我们请市长是不是相关单位先去关心一下？公务处秘书长。对，我们相关单位赶快联络，先去处理一下。马上赶过去，可不可以？我认为这个事情事态严重，市长应该要到现场。 第一时间在现场坐镇指挥。质询刚要阁继续，大家意见不同。民进党强调条命要紧，总质询要赶紧收煞。民进党党团可以在我们在总质询的期间然后可以暂停，而且就是可以让大会。 允许我们到这边来看灾，首先先表示感谢。谢国良赶到现场，听脚步看民众录影片，嘛赶紧恢复本前模样。不过这个路段早就伫咧过去，就捌放过。 大地石头连落来去隔着白色轿车，大家是看甲七零寒。基隆奥运体落雨，土石开甘水松顶。议员张浩瀚去年6月就来这看过，不过公路桥深头啊，敢若坑3角架，落尾嘛敢若看网啊防护。 就我们看起来现在今天发生这样的状况，就代表其实维护措施可能做的还不够足够北青为民快出过去青里岭山头，如今煞变作是光头山，这毋是高风险的路段，毋过受到地理环境和天气影响，未来敢会搁再帮山，各党委必须谨慎看待。 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